来看屏东的北大武山步道，因为即摆大雨霜得较真惨重，大面积的崩塌着三搭。林保署表示讲，因为步道修复着要靠人工去做，这工期要半年，步道就会暂停开放到今年底。另外，高雄山区道路目前还搁伫咧抢修，即阵的各区的对外交通是以便道为主，会限时间，也限制车的大细带。你看这个路在上面，这个路本来路在这里，啊，路在哪里？总长大约9公里的北大武山步道，顺山县一路顺时顺长的状况，才拄行来到0.45公里遮，规个已经崩甲看袂出原地路地道。顺山县用尽步数往山顶爬，愈爬心愈惊，因为连日的大雨将步道顺长甲真上重，敢若大面积的崩塌倒三搭，其他亲像树啊倒去、石头连落挡路的也袂少。林保署紧急宣布，北大武山步道要封山整修，开放的时间延到年底。到3步道0.45K、2.45K、6.1K 等多处比较严重的坍塌，那还有1.5K 的栈桥也被落实有一些毁损的现象。大水河和北大武山步道对0.45公里开始到6.1公里，沿路拢是崩山路段，虽然上5山厝无啥损长，不过爱封山整修步道都无法度开放。林保署表示，有登记山厝的民众拢会当去网站申请退钱。另外，大水河也造成高雄山区的第20线、第29线、第27线，拢总有20外台路基崩塌。公路局初7也完成最后一搭第20线轻河到复兴路段的抢通。即阵南马社甲桃园的民众暂时会当靠便道出入。不过公路局也提醒，因为原地道路拢也在抢修，因此便道的开放有限时间，民众一定要注意。修复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中，而且山区短期内通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。林保署表示，虽然这2天南部有较好天，不过山区的土坝水分真重，随时会有土石崩落、树啊倒去的状况发生，民众若无必要，就莫去山顶。记者柯明在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